主后2023年4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一条新的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约书亚记》第3章第1节到17节。隔日，约书亚透早起来，甲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十亭，来到约旦河边。因伫遐扎营，听候过河。过3日，官长到营中逐所在，吩咐人民讲：你若看到利未人做祭司的，跟上主恁的上帝的约柜，就起身离开恁的所在，对伫约柜的后面，互恁知着行倒一条路。因为恁还毋捌行即条路，毋过恁甲约柜大约着离1公里远，毋通倚伤近。约书亚对人民讲：恁着甲家己分别做圣，因为明仔载上主要伫恁中间行奇事。约书亚阁对祭司讲：恁将约柜起来，行伫人民的头前。因就将约柜卷起来，行伫人民的头前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对今仔日起，我要互你得到所有以色列人的尊敬，互因知我甲你同在，亲像以前甲摩西同在共款。你着吩咐跟约柜的祭司讲：恁到约旦河边的时，就停伫遐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讲：恁徛正前，听上主恁的上帝的话。约书亚阁讲：伊要伫恁的头前，将迦南人、赫人、希未人、比利洗人、吉迦撒人、阿摩利人、亚布斯人赶出去，安尼恁就会知永远上帝伫恁中间。全地的主的约柜要伫恁的头前行入约旦河。现在，恁着对以色列支族中经12人，每支族一个，跟全地的主上主约柜的祭司下骹，一个踏着约旦河的水，约旦河上流的水会成做水墙。袂阁流落来。人民离开瀑边，要过约旦河的时，祭司跟约柜行伫因的头前。迄时是收成的期，约旦河的水常常流过溪岸。祭司跟约柜来到约旦河，因的骹一个稳着水。上流的水就无阁流落来，伫离真远的撒拉旦附近的阿东城，成做水墙。无阁有水流入阿拉巴海，就是盐海。人民就对耶利哥的对面过约旦河。跟上主约柜的祭司伫约旦河的大地徛定定。以色列人全体人民拢行大地过约旦河，一条新的路。伫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，早就徛伫迦南的天然屏障约旦河的东岸。迄时拄好是收割的季节，约旦河的水涨满两岸，互以色列人想要渡河变甲真困难。总是上帝透过约书亚领导整个以色列团队，包括各支族领袖、祭司，引带以色列人民渡过约旦河。过程中，上帝透过各支族的领袖吩咐人民：恁若看到利未人做祭司的，跟上主恁的上帝约柜，就起身离开恁的所在，缀伫约柜的后面，
互恁知着行倒一条路，因为恁还毋捌行即条路。到底上帝要带因行倒一条路呢？其实到迄当当时为止，无论领袖、祭司和人民，拢无人知影。上帝简单吩咐人民爱缀伫约柜的后面，保持约1公里路的距离。这个距离拄通互以色列人亲目见证上帝所要施行的神迹，就是当祭司将约柜踏落水的时，约旦河的水会停止流动，上游流落来的水会汇聚成做一道水墙，原本长满两岸的河流，变成做通轻松通过的大地。进前，拉合甲侦探讲，迦南人因为听讲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迹，就惊吓失胆，等上帝搁再施行同款的神迹，互以色列人行过约旦河，互阿摩利诸王和迦南诸王拢心惊胆战。原来上帝准备好一条新的路，是超过以色列人所通想象的路，互因毋简单行过约旦河，也为接落来的进攻做好准备。相款，上帝也为咱准备一条新的路。过去到上帝面前是大祭司才有的特权，但因为耶稣伫十字架顶完成的救赎，为咱的性命开出一条搁新搁活的路。这条路，互咱通随时坦然无惊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接受伊的慈爱和恩典，互伊成做咱随时的帮衬。上帝毋但为咱开一条搁新搁活的路，也要带领咱行伫这条新的路，永远甲咱同行。虽然这条路可能是咱从来毋捌想过，头前充满未知的代志，总是因为确信上帝要甲咱同在，咱就袂惧怕惊吓。上帝要将所着讲、所着做，拢甲咱讲。伫新的时代，教会宣教就亲像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，着面对各种挑战，一切变化拢是遮尔快速，真侪宣教模式拢在改变。对到过去的经验，今日无拄拄也会当使用。总是感谢上帝，伫咱无去过的地，行伫咱的头前带路，因为安尼，咱只要仰望甲军队，就的确会当看见上帝做神事，佮领受伊为着咱准备丰盛的应允。默想，面对未知的道路，也是无法度突破的困境，我会惊吓，毋敢踏脚向前，是无？着仰望军队上帝。面对未知的道路，也是无法度突破的困境，我会惊吓，毋敢踏脚向前，是无？着仰望军队上帝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我甲未知的道路和无法度突破的困境，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求你，互我会当凭信心仰望军队你，经历你的信息，领受你丰盛的应允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